地老牛，个还伢一头都能样子感觉哎。我就喊呢，就是就得上你的机，没 WiFi。我嘞，俺连一头都能样子感觉呢，就是要设置了 WiFi， 你的 WiFi 信号又强，就是自报密码。是连样子感觉呢，是连就是要本来可以自动连接的 WiFi。突然某一弄，你断开了，我嘞异地恋那子感觉呢？异地恋就是要本来个报 WiFi 密码嘞，就是要用 WiFi 离个更了，链子上，我嘞就他两只床也这样子感觉呢。要情况呢？就是要你莫熬了 WiFi 的信号没？莫一路波没一会儿抢一会儿肉，一会儿抢一会儿肉嘞。你们老对抢嘛，你领老对嘛？你别笑。他有钱那子感觉，对，得叫买过举报了，就那么就是要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嘛？对，得叫买过举报了，就那么就是要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嘛？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这个哪行在对你嘴上啊？侬打手机坏了，爸爸马上就他没得了苹果手机，大家都只上肉嘛。打只想借自行车门跟单，哪行在给他没了一张包嘛？哪行在对你电话上嘛？侬门跟单，打只想鸟些小布呢？哪行在给他的？我来在鸟车是没一动静呢，被鸟的都只包的都没到了哈。没你头鸟10块呢，没摸的东西被臭样子，一会儿店没拿没在看没嘞。哥，地老牛，马光熬桃子，一张绿服一张包嘛，工作人就哈多。没得讲10块呢，用哪咋的咋，哈到没本事还老是漏嘛。我摸的东西呢，我从来知道靠着人丢噶，知道靠着我哪个在哦，但靠过一头的人，穿牛出得路的是。但靠过一头的人，穿牛出得路的是。你好坏哟，我好喜欢。记得双击么么哒。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米粉，过来前男友要我咋子嘞？我第一个男朋友，你要考烧烤我谈你分手以后，我就知道那个烧烤了。我第二个男朋友，你要开网吧的是，我谈你分手大没？我再一次三没网吧了。我第八个男朋友，你要开宾馆是，我谈你分手的，我再一次三没不宾馆了。我来给让那个卡子跳了。我嘞，个要我这子呢，地老牛，我要摸口罩嘞。我要摸口罩。你好坏哟，我好喜欢。记得双击么么哒。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明明又瘦得很帅，但是呢又要靠实力闹毛。明明又没包包，那又还在没带自行车的。明明又很没早，但是呢又还没到工厂。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过，和明明的区别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过。它明明的区别，快手，看见哪一种生活？我面默默我路内，眼睛上一年天气，人在仰慕大一起，仰慕大起装木里，老有我100在，年纪有我100度，有起冇了莫一怒，也做梦也有了度，有肚子也有了药，有年有帮路过末，有自有莫路乱多，有对面路帮路多，比什么了赢了药，对你路要先说过，比路在的得了怎么我娘的有路好。
摸，我那鸟一起啥木，你的嘴嘛有人路，人啥都好有路线，还给我也有你看，你的嘴个也个多，个都拿在路内有blow，你要看的都有拿，路面在起走的，你用的嘴路松的，要搞路选的有你，今年不有路到后，头进没起包个后，起包我点每一年也面在有木我路内，也每一年也都面在你要到没多比人，比你路内有么面有落不发不路车，面在有多你路高阔，多多毛你都得，有么路你都贼，要到你天自天个地，有么我路里内没带一次一次。路时候只用力鼓，有人啥个莫做怒，我有手把你贴子，把手都拿贴个字，替你贴子路正直，老怎么人老里拿，有安在也有木我，罗里伢么多都要，罗里巴么多单多，有人只山野木里，老怎么有开起地，要到目标有路内，这你贴子有来看，明才要去木一怒，老莫一怒给有木，如果莫点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